南师各位道亲，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天音书店，以及咱前人在这个领导安排，到今日这个法会，那么互我承受前人的指令，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到底在目前千门万道做法的时阵，到底是坊间成文正宗的法门是倒位？那么第二点，也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道的思想到底是倒位？第三点，也要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基础又果是在倒位？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美乐家园。有这个题目，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厘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美的灌输。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归这个美的灌输呢？当然要伊的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因较长岁数着嘛，因着食饱呀，搁做都济啊。其实毋是。特别讲吼，伊着病人因的迄种寿命比迄乌人较长。你搁像讲咱台湾啦比如讲你做工的，也是办公的，你做工的人逐工咧运动因一般嘛是咧趁的钱较无遐济毋过因嘛无讲因为安尼所以就寿命较长，毋是安尼。因为伫我咧观察遐做工的人大部分拢是大家拢啉酒，食薰、食酒、食槟榔，尤其是啉迄啥物，迄威士忌迄我逐个都咧啉啦，啉甲身体拢歹去。所以讲即就是因为虽然因无讲食足好，嘛较有咧劳动，较有咧运动，毋过因为因的知识拢较无够，所以变做讲因的寿命拢无遐长，拢无遐长。所以变做就是讲，迄就是伊毋知影即种保健的常识，
所以讲吼，即种保健的常识吼，是真重要的吼，咱大家拢应该爱知影吼。所以讲吼，大多数的人吼，拢是因为无知，就是毋知影讲要安怎保养身体，吼所以身体就歹吼，所以较紧，就算讲伊的血数就无遐长。你若是知影吼，你就有甲好好保养，大部分的人拢会较长血数。所以讲吼，这就是咱今仔日要学的吼。尤其讲吼，是迄个心脏病来讲吼，咱迄个世界吼，有成数真迄内底迄总干事就讲哦，讲有一半迄心脏病吼，拢是会当预防的。等于讲，你差不多有一半迄心脏病是毋免死的，就是因为因吼照顾了无啥好，阁毋知影要安怎保养，所以就无法度顾，就死亡安尼。所以讲吼，你若有法度去预防吼，阁兼家保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较好，会减少足侪无必要的即种死亡就对了吼。再来，我即马要讲的是最重要的吼，要安怎讲避免咱突然死亡，就是讲伊讲猝死，就是讲突然间像讲哦。今仔日好好，身体阁真健康，明仔载就困去就无人叫袂精神迄种的，吼，这有最重要的科学家讲的，会当避免即种临时死亡吼，有最重要的3个半分钟，阁3个半点钟，啥物阁3个半分钟？伊就是讲。这就是尤其是针对老大人吼，最重要。伊就是讲，你若暗时咧困吼，咧困的时要精神啊，吼你比如讲半暝起来，你要起来小便吼，要起来尿尿，你着爱目睭紧紧出迄个天花板先看一下，吼，你动者差不多半分钟，就是30秒，吼30秒了。你才爬起来，爬起来坐一下，吼，阁经过30秒，吼，互伊坐一下安尼，吼，经过30秒了，你才阁将身体，将咱的身躯移到迄个门床边，吼，骹放到遐，阁经过30秒，你才爬起来，吼，你才行去厕所安尼，吼，这真重要，为虾米？因为即马老大人，你比如讲，你倒咧。吼，你倒来向用，你着爬起来，你着冲出去安尼吼。咱即种的，咱的姿势吼，规倒咧，向用爬起来。老大人伊的血管，佮伊的神经吼，反应无遐紧哦。你即马咱的血吼，无法度一下着到你的头壳顶，吼，你着会戆，有时戆诶，伊着跋倒跋倒吼。有的人就哭着啥物，流鼻角吼，迄时阵伊个头壳下迄个骨头吼，拱着了吼，伊就嘛有较严重的讲破去啊，迄个真痛，咱的心脏就全缩起来凉去啊，吼，是讲你今仔日起来跋倒无讲着，吼，毋过你因为你安尼怎讲着，你个头壳会讲着涂骹。吼，安尼嘛有可能讲会造成中风，吼，这是对老大人来讲吼，这是真重要，因为老大人拢袂堪咧跋倒，因为跋倒吼，伊就会中风，真危险。所以讲，咱科学家讲的吼，3个半分钟，这3个半分钟最重要，这30秒吼，关系到足侪迄个，你若是中风咧，嘛有可能就会。足久拢倒到门床安尼真可怜哦。咱若平时拢有家注意一下，就无即种可能啊。吼，不管你暗时咧困也好，你中昼困醒也好，你就会记目睭先轻轻，吼，停一下，停30秒，30秒了，搁来坐起来，吼，搁停30秒，吼，搁来。
佮坐到迄个门窗边，要行以前搁停30秒，3个30秒经过了，你就会使行。吼，这重要啊，爱有记咧无？等下，我搁叫开问哦哈。吼，看你有记开无？吼，搁有3个最重要的半点钟。啥物啊？叫3个半点钟诶？透早起来起床，开始散步半点钟，吼。搁来散步了，就感觉讲哦，透早先入一寡茶，散步半点钟，吼，互伊行咧，精神较好，腹肚较枵好食早顿。早顿食了吼，看你要去做啥物，吼，到中昼爱搁困半点钟，吼，中昼困半点钟了，吼，下晡你搁要去做啥物搁做，吼，搁来暗顿食饱，搁行半点钟，这做3个半点钟。吼，这3个半点钟，你若是暗时则行咧，吼，人讲，讲语讲诶，我台语袂晓翻啦。伊讲吼，饭后百步走，活到99，吼，饭后走100步，不用上药铺，吼，这就是拢有押韵诶哦，吼。伊就是讲意思，就是甲咱讲，咱若食饱嘛是爱行咧哦，你老大人吼。无一定会当做真困难的动作。其实像我拢甲我的患者讲哦，恁去学太极拳啊，学瑜伽啊，吼，还是学气功啊，拢诚好。问题是老大人啊，学太极拳吼，迄骹吼徛无遐久，嘛无迄个力，吼，连瑜伽吼，更愈免讲，伊拢讲我规身骨头拢是硬的啦，迄根本就是拗袂落啦吼。伊就找真侪理由来甲你讲，伊无适合的瑜伽。较输呢，行路会使吧？大家拢有法度哦。较输若袂当行路，行拐啊嘛无要紧啊，你身躯爱振动，无振动吼，真正吼，你若倒倒困，真正迄身体安怎都袂好哦。爱会记哦，大家拢袂使规工倒倒门床哦。伊拢讲，吼，我规工拢无代志做。毋知要创啥，我就是规工坐到椅啊，等食饭。吼，我讲安尼你袂足无聊吗？我都无代志好做啊。我讲吼，真正安尼过生活嘛是诚无意义的吼。工课吼，家己去找来做，无可能讲吼无代志做。吼，我感觉讲吼，你若是无代志做安尼吼，每一工拢是单等时间吼，身体要好，我感觉是真困难吼。所以讲吼。这种的吼，咱爱去医学。虽然讲即摆已经是医学足发达嘞，大家拢讲，哎哟，即摆吼医学遮发达，啥物病嘛有法度医，心脏嘛会当换心脏，肝嘛会换肝，腰子嘛会换腰子，吼。你看迄人迄二当火人迄换指甲，迄不要紧啦，迄吼我较平淡的不要紧啦，迄吼为着即摆医学遮尔发达，吼。咱吼毋茫想依赖即种科技个医学哈，迄无可靠。你若是吼，迄换肝啦、换腰子啦，吼，还是洗肾啦，迄逐工拢爱食药啊呢，迄吼足可怜的呢。对，逐工吼拢安尼袂轻松呢。所以讲吼，咱靠家己运动，吼，毋免食药啊，吼，靠家己运动，家己照顾家己，安尼生活才会自在啦，吼。毋茫想依赖迄种药仔来控制，我感觉吼，任何一种药仔拢有副作用，生着搁比中药较严重。吼，所以讲，咱若会晓讲安怎来保养家己吼，尽量着拢毋免食药仔。较输你若是爱食药仔的话吼，食一寡会当较实体性的安尼，我感觉是较好啦吼。譬如吼，即种的吼，咱讲要迄落。要安怎来预防吼？即种吼，要预防，要来感觉讲预防胜于治疗吼，咱着爱为迄个观念来改变。咱较早的人吼，毋知拢，尤其是老一辈吼，拢真欠啦。伊吼，比如讲，因拢感觉讲吼，逐项拢爱欠咧，吼甚至连迄个无即种预防的观念吼，伊拢。重视真欠吼，欠食欠穿吼，若是若破病的时阵吼，才来开大钱吼。比如讲，迄像 TV 来讲啊，
爱常常换吼，啊有诶嘛是足欠诶，拢无爱换咧，吼，啊若是讲，拢迄个食迄菜啦吼，明明就食无较济，伊嘛感觉讲新诶吼，足无菜啦，拢爱家食完吼，啊我感觉讲，即种诶咱诶观念拢爱慢慢仔改变吼，因为即种预防诶观念，像咱国家吼。有啥物要治疗啥物病好，啊开足侪钱诶。啊，毋过即种预防诶经费吼，佮做了拢比治疗加足少。吼，啊，咱像讲，今仔日一个人吼，伊若是即样诶吼，啊，逐个拢无开鼓励，无甲拍拖，拢讲你，拢无甲讲你真牛吼。啊，今仔日若是你个好朋友看病吼，紧诶哦，咱一定爱去甲关心啊，一定去第二甲看。吼，安尼才表示有意思吼。吼，其实我感觉讲，咱吼平时若会通保养的人吼，咱个爱着逐日咱逐个来鼓励咧吼，啊，佫有足认真咧做运动的人吼，即嘛爱足有耐心咧。所以这种吼，咱爱逐日咱逐个去甲推广，吼，啊去甲加油吼，啊逐个做伙来做，安尼才做会起来哦。所以讲吼，咱会平时吼，有遐尼即马有遐尼侪病吼，咱家己迄个收起来吼，伊个究竟总是有伊个原因啦。有个人为虾米伊会着即种病吼？不管虾米病拢共款，拢有伊个原因。啊，即种原因吼，咱逐个着爱想互会开。这我后壁等下我会甲恁讲。因为吼，无可能讲，除非你是天生的，比如讲有几项病真正是天生遗传的，吼有几项癌症啊吼，迄是伊父母伊个是大人遗传互伊的吼，即种的实在是也无法度去预防啦，差不多有几项尔啦，无足侪项的。啊，所以大部分就是讲，咱吼爱家己吼。来去探究即个原因是，假使你有身体第一项卡着，吼，咱着爱去知影即个原因，好好来甲预防吼。你看讲吼，咱以前吼，我有讲过，我讲咱以前的人吼，生活较无好嘛，吼，尤其你即辈的人，啊，若是讲生日爱请，吼，娶媳妇爱请。吼有啥物喜事，逐个拢是来请，逐个拢是用食来代替啦吼。安尼本来嘛是好事一件啦吼，啊毋过逐个毋通安尼食遐尼济哦，猛吃猛喝安尼吼。我感觉咱的饮食习惯吼，爱先来调整。所以讲吼，咱即马就开始来讲啊吼，咱讲吼。要安怎吼？咱的咱的身体会看病有分两种原因，一个是内因，就是本身的问题吼；啊，一个就是外因，外因就是讲吼，比如你寒着啦吼，还是你受操劳啦吼，其他迄个毋是本身遗传落来，迄也叫外因。啊，即种内因，咱统计起来差不多有占20%。吼，啊，外因差不多有80%。啊，所以讲你若是有足够保养的人吼，你大概就是有80分啊。啊，假使你的身体若阁足好吼，你大概就100分。吼，啊，你若算做讲身体足好20分，啊，你拢无爱保养吼，吼，啊，假使你有80分，你有保养一半，安尼阁会60分咧。啊，假使你若拢无爱保养，安尼身体嘛是会真歹。所以讲保养是比咱迄个遗传的体质搁较重要。吼，大家拢爱重视讲即个保养哦吼。啊，即马吼，咱讲着原因啦吼，咱着要安怎控制，互咱的身体即个80%会当较好。咱着爱分4个迄个条件来控制。吼，第一，吼有下传，
合理的膳食，就是讲咱吼爱食拄拄好哦吼。即个食的问题吼真重要吼，就是讲咱吼即马较早的人拢讲吼迄个多喝牛奶吼，其实咱若讲我反正常在人去我遐看，拢讲吼我遮酸啦，我遮疼啦，吼我每一工拢啉一杯牛奶呢，为什么吼我来搁遮酸遮疼？我来听到伊安尼讲吼，我拢毋知要怎甲伊解说咧，因为吼我拢甲讲，我拢想要讲，送你会使卖啉牛奶啊，我就想要安尼甲伊讲，毋过安尼甲伊讲吼，伊个会感觉足疑问啊，因为咱自古以来吼，大家拢会感觉讲，喝牛奶吼可以补充钙质，为什么即个医师叫我卖啉牛奶啊？伊会感觉真奇怪哦，安尼。你假使我若是动足济时阵吼，我若搁要甲解释遮久吼，安尼是后壁就伊会甲我骂啊，伊就讲看遐久，所以吼，我大部我都会，我今日甲因讲这个原因，讲较清楚，为虾米吼，卖啉伤济牛奶，就是讲吼，因为吼，咱牛奶伊内底有真济钙质无毋对，毋过吼，伊迄种内底佫有真济迄种。蛋白质、蛋白质跟磷，这种蛋白质跟磷伊是酸性的物件，咱即摆啉牛奶落有钙质的同时，伊佫有真济迄个蛋白质跟磷，蛋白质跟磷伊酸性，咱着爱佫将咱身躯所储存的迄种钙质，佫甲伊放出来，来甲伊综合，无咱体质会伤酸啊。咱体质若酸性就会破病啊！咱身体真万能哦，咱身体有法度甲你控制。等于讲你若啉愈济，无啉落去，伊的迄个咱身体的钙质，伊会释放出来佫愈济，安尼敢有补着钙质无吧？伊就咧将咱的钙质佫甲伊抽出来，所以讲你牛奶啉足济，对补钙质无帮助。为什么呢？你看美国因即摆以前是美国人上大汉，即摆是欧洲比美国人较大汉。因细汉拢是啉牛奶大汉的结果因的骨质疏松因也较侪回美国人骨质疏松的有够侪啦。像因嘛差不多心血管的疾病就是心脏硬化。血管硬化、心脏有问题真侪啊！为虾米？因蛋白质食伤侪啊，蛋白质食伤侪所以咱若是牛奶食伤侪咱即摆拢是老大人咱也无要大汉迄个较青少年因需要较侪迄个蛋白质即摆慢慢有会迄个蛋白质需求量无遐侪，你食较侪落去，对咱的肝脏。对咱的药剂拢是一种负担，所以毋免食遐济，所以讲，咱若有人会问讲，你叫我卖啉牛奶，我钙质无够要安怎？咱会使为迄个绿色的蔬菜、青色的蔬菜，豆仔类，也是头毛菜，也是。迄个柠檬嘛有乌棗，侪物件拢有诶。所以你若饮食真平均咱就较袂欠钙质。芝麻嘛有也是讲你若感觉讲，你若无尿酸诶话，啉豆奶，豆奶差不多伊诶钙质是牛奶诶一半。毋过你一工甲啉2杯就好啊，佫无伊诶迄种副作用所以讲咱若要补充钙质尽量就是食。